今次嘅短片咧，主要係講翻我哋第3堂最後咧派俾大家做嗰個練習嚇。咁呢個練習咧，我哋堂上咧就未完成晒嘅。我哋第4堂咧會繼續啦嚇。咁我而家咧就拍定一個 solution 俾大家睇。咁題目就咁樣講嘅，我哋咧就利用咧員工資料表啦，就去完成咧呢一個嘅題目咁樣。咁呢個資料表裏邊咧就有2張工作表嘅嚇。咁我第一條嘅題目咧就指示咧大家就去 staff 工作表幫A2 去到 I202 咧呢一大個範圍咧加翻個名稱就叫做 data 嘅嚇。好，我哋睇埋第2條先啦嚇。承上題，設定 A2 至到 I202 每一個欄位都用翻第一列嘅文字咧作為個範圍名稱。OK， 咁我哋照做啦嚇。咁我哋staff 工作表啦嚇 ，A2 至 I202 加翻一個名稱叫 data， 咁我哋就先去 A2 先。咁我哋就可以 Control Shift 撳實啦，下箭嘴再右箭嘴選取翻呢一個範圍出嚟。然之後咧，我哋咧去翻我哋而家滑鼠見到嘅位置啦，名稱方塊撳一撳，然之後輸入翻一個名稱俾佢 DATA， 跟住 Enter 確認。咁從此咧，我哋喺編寫公式嘅時候打 data 呢一個英文字，就表示我哋拎緊 staff 工作表 A2 至到 I202 嘅位置。呢個咧就係第一條咧我哋嘅目的啦。而第2條嘅意思咧就係話啦，我哋每一個欄位咧由第2列開始去到第202列，都用翻第一行嗰個標題個名稱去表示咧嗰個欄位嘅範圍咁樣。好啦，咁我哋嘅做法就會係咧，將個老鼠擺 A1 全選 Control A， 然之後咧根據你筆記咧，好似第30頁定31頁啦，咁佢就話啦，我哋可以去公式度啦，從選取範圍建立。好啦，咁啲名稱擺邊度啊？我哋擺咗喺第1列度噶嘛，所以咧就揀翻頂端列啦。我哋最左欄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將個 tick 號咧取消佢，然之後撳確定。咁從此 A2 至到 A202 佢個名稱就叫做 EMPID， B2 去到 B202 從此就叫做 first name 嚇，咁樣嘅意思。有個名稱有啲咩好處咧？就方便我哋去寫公式啦嚇，尤其是係呢一個例子，我哋而家跨頁工作嘅時候咧，就嚟得方便好多。我哋睇睇題目嘅第3條講啲乜嘢先。第3條就係話啦，我哋咧就去 Info Sheet 嘅工作表，灰色嘅儲存格，利用合適嘅函數並配合建立咗嘅範圍名稱去寫條公式。OK， 咁我哋咧就翻去個 Excel 表度先啦嚇。Info Sheet 嘅工作表，咁而家我哋見到個畫面係 F column 嚟嘅嚇。好 ，F column F2，咁樣咧就想大家去揾翻啦。我呢201個員工有幾多個人佢新加坡做嘢嘅嚇？咁即係話啦，其實咧我就要去翻 staff 工作表，去翻 D column， 咪數下新加坡出現過幾多次咁有幾多個員工喺嗰度做嘢咯？咁樣嘅意思係嘛？好，咁咧如果咧我哋喺冇俾呢個範圍名稱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哋條公式咧就要寫成咁樣嘅嚇。而家 K2 嘅位置 count if 括弧 staff 感嘆號嚇，感嘆號即係話啦，我哋就要去翻 staff 工作表喺 D2 至 D202 呢一個範圍裏邊咧，就數下新加坡出現過幾多次嚇。咁因為我哋而家俾咗名稱佢噶啦嘛，所以其實咧我哋咧寫條公式咧就可以直接啲啦，就直接就係話等於 count count if 啦嚇，因為有條件啊嘛，括弧嗰個地區嗰個範圍名稱係叫做 region， 我就可以直接打 region REGION。咁如果你話 region 我唔識串咁樣，咁其實筆記咧有教過大家啦，我哋可以撳去 F3 掣。撳完個 F3 掣之後咧，我哋咧就會顯示翻呢個列表會話翻俾你聽咧呢一個 Excel 表
裏邊我哋建立過乜嘢嘅名稱喺度啦嚇，咁我哋就可以直接揀翻 region 啦嚇，冇所謂嘅，你直接打又得，你用 F3 方法去選取亦可。好啦，我哋逗好噶咯，跟住就打翻我哋要揾啲乜嘢文字啊，新加坡啦，因為文字需要雙引號。好，刪翻個括弧之後咧，咁我哋 enter 就會得出個結果噶啦。好，咁而家 F5 嘅位置我要揾一個員工嗰個總工資係幾多？新加坡員工嘅總工資。咁同樣啦，如果我哋喺冇命名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要用 K5 嘅方式去寫啦。等於 sum if 括弧staff 感嘆號 D2 至202呢個範圍要揾翻新加坡。揾到嘅話咧，就將同列 I column 嘅數據相加起嚟嚇，咁樣睇咧好長啊，好煩啊嘛，係嘛？嗱，如果我哋俾咗名稱啦，我哋編寫嗰個方式咧就會變咗等於 sum if 開括弧第一個範圍啦，條件嘅範圍 region， 咁我要揾翻新加坡，然之後最後咧就係要拎個人工啊嘛，人工個欄位就叫 salary 嘅 ，OK， enter 260幾萬啦，好啦，跟住咯，F8 同 F11咧就係課程外嘅函數嚟嘅嚇，咁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聽埋，冇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將呢個部分咧飛咗佢。而家咧 F8 嘅位置就係揾新加坡 IT 部門嘅員工數字，咁今次就會符合住兩個條件啦嚇，我要喺 region 嘅地區揾翻新加坡，另外就要喺 department 嘅位置咧去揾翻 IT 出嚟。嗱，我哋望一望翻呢一個 staff 工作表，我哋 F column department 裏邊咧就會見到啦，有 finance operation marketing 另外咧 IT 都出現過嘅嚇，喺 F13 嘅位置。好，因為符合兩個條件，所以咧我哋就要用 count if 有個 S 嘅版本，S 係眾數啊嘛。好，咁我哋會咁樣寫啦，等於啦 count ifs 括弧，咁好簡單嘅啫，先俾個範圍，跟住咧就俾個條件佢，再俾個範圍，再俾條件佢，如此類推嚇。咁我哋咧先揾咗個 region 先。region region 逗號新加坡，嗱，其實個寫法係一樣嘅，同 count if 呢個函數有 s 嘅話就喺後邊你繼續打第二個條件、第三個條件，如此類推咯嚇。好啦，跟住我哋就要揾翻 department 嘅範圍啦。另外咧就係啦，係 IT 部門嘅，因為 IT 又係文字，所以係雙引號引起佢咯。好，三個括弧之後咧，咁我哋 enter。咁就7啦，好，咁最後啦就係 F11 嘅位置啦，F11 sum ifs， 而家係揾緊新加坡 IT 部門嘅工資數字，又要揾新加坡之餘佢仲係 IT 部門嘅，咁又係有多過一個條件，所以咧今次就係要用 sum if 有 s 嘅版本，咁sum ifs 咧呢一個咧就同 sum if 冇 s 嗰個版本呢個次序有啲唔同嘅參數次序，咁我哋咧先要俾個 sum range 要計數嗰部分，計工資啊嘛，即係呢個 salary 咯，即係 I column 嘅數據啦。跟住咧就要去俾翻啦，就係 region， 咁佢就係新加坡啦，咁即係第一個條件啦。然之後咧，第二個條件啦，就係咧佢係部門啊嘛，都係 department 喎。咁佢就係 IT 嘅，OK。好，咁你 enter 之後咧就會計到啦，287,200咁而家咧嗱，再重申一次，而家呢啲答案灰色格仔裏邊咧，就係我希望大家寫到嘅答案。而家畫面見到嘅 K column 咧，就係用範圍去計數。冇用名稱去計數嘅，咁我而家咧就俾翻一個正確答案俾大家，我擺翻喺 K column 度咁我就將啲結果咧我刪除咗佢先，咁我而家就俾翻答案你啦。
放大少少啦嚇。咁大家咧有需要嘅話咧，就可以將條片咧暫停，然之後咧就睇翻嗰個答案係點樣。咁咧我就繼續去做之後嘅題目啦嚇。咁其實咧我哋咧喺 A column 嘅位置咧，同一張工作表 info sheet A column， 咁咧就會有一個 VLOOKUP 嘅練習嘅嚇。咁我喺呢個 C3 嘅位置咧，就預先輸入定咧 ABC101 俾你哋1001俾大家嘅。咁咧就希望大家就利用 VLOOKUP 啦，加埋呢一個嘅 EMP-ID 去揾翻佢哋個姓名啦，佢哋嘅工作地區啦，同埋個人工係點樣嘅。OK， 好，咁為咗個畫面乾淨啲咧，我將後邊嘅位置咧我隱藏起嚟先。好，咁我哋咧就去開始做 VLOOKUP 嘅練習啦。我哋咧去 C4 嘅位置，等於 VLOOKUP。sorry 啊，打錯字。VLOOKUP。好啦，我哋要俾4個參數佢嘅。第一個參數，我哋咧去用邊一個值去揾嘢，即係個搜尋值。咁我哋咧係透過 EMP-ID 啦，所以就係 C3 嘅位置，即係而家 ABC1001。員工編號去揾嘢，去邊度揾咧？嗱，其實咧我哋應該要去翻咧 staff 工作表 A2 至到 I202 呢個位置去揾嘢噶嘛。但係其實我哋發現係唔需要嘅。你留意翻嗰個練習嘅題目1，我係叫咗大家咧去幫 A2 去到 I202 加一個名叫 data 噶嘛。咁你今日直接打 data 咪搞掂？逗號。第3個參數就係啦，喺呢個範圍裏邊咧，我而家係要揾翻佢哋個 first name， 即係個名稱嚇。名稱係出現咗喺呢一個 data， 即係 A2 去到 I202 呢個範圍裏邊嘅第2個欄位，所以就逗號2。跟住最後尾就0啦嚇，0嘅意思就係話要完全符合，即係咧呢一個 ABC1001。一定要喺 A column 出現過先至俾個結果我。我唔係要個近似嘅值。所以咧我哋刪多個括弧，條公式就做完噶啦。條公式就係 VLOOKUP 括弧 C3 逗號 data 逗號2逗號0。好，咁我喺後邊咧都俾翻嗰個 formula 你睇下。好，等於啦 formula test， 跟住就呢個。放翻大少少嘅字啦。好，跟住啦，下邊我哋揾個 last name， 咁咪等於咯。VLOOKUP， 我哋用員工編號去揾嘢。C3 逗號去邊度揾啊 ？data 呢個範圍逗號 last name 就出現咗喺第3個欄位嘅，所以就逗號3。咁最後尾都係逗號0啦。完全符合啦。好啦，咁如此類推嘅就我要揾 region 嘅話，咁咪 VLOOKUP， 跟住都係 C3， 係嘛？跟住都係 data， 逗號，跟住係第6列好似係逗號0。sorry 唔係第6，第6應該係第4先嚟啊，咁啊即係逗號4啦。最後尾個 salary 咯 ，salary 就係等於啦VLOOKUP 啦。跟住就係用個編號去揾 C3 啦，逗號去邊度揾 data， 逗號第9個欄位，然之後就係0啦。好，咁我哋就俾翻個結果你睇下先。同樣大家有需要睇答案，暫停條片。好，咁咧我哋咧就睇埋剩翻低嗰個題目係點樣做先。我哋翻去 Word 嘅位置，第4條嘅題目啦，佢就喺 Info Sheet 呢一張嘅工作表裏邊咧 ，C3 嘅儲存格取消為鎖定嘅狀態。嗱，睇埋第5條咯，設定保護工作表，只讓用家選取未鎖定嘅儲存格，密碼就為 QW123。好，咁即係話啦，我哋而家咧就想幫一個 C3 嘅位置啦，取消保護，取消鎖定啊，咁
咁我哋咧就去翻呢一個 Control 1啊。如果你唔識 Control 1嘅話咧，可以喺 C3 度撳右掣儲存格格式都可以。我哋去翻保護，將個鎖定咧就取消佢嚇。原本咧你開個 Excel 表咧，應該所有嘅格仔咧都係鎖定嘅狀態。咁我哋而家取消翻個鎖定。好，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去翻校閱啦，保護工作表。跟住咧，我哋咧就要將選取鎖定嘅儲存格咧，呢個 tick 號咧就取消佢嘅，然之後俾翻個密碼佢啦 ，QW123。嗱，記住我哋打密碼大細階係有分別嘅。好，咁確定，咁我哋就要入多次個密碼啦 ，QW123。嗱，咁樣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咧就選取唔到 info sheet 咧呢啲格仔噶啦，除咗 C3 呢一格。C3 一格，咁我哋譬如話我哋想 check 下 ABC1010 嗰個員工啲資料嘅，咁我哋就可以改啦。OK， 咁記得就係保護工作表之前咧，你成張 sheet 嘅公式應該都 set up 好晒，設定好晒先去鎖定嘅。OK， 好 ，QW123。好啦，嗱，咁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第4堂嘅時間，我哋就花少少時間再做一次啦。今次段片就拍到呢度啦。